我是雨天，请你给我一个微笑，让我把痛苦忘掉。非常谢谢于大哥，欢迎你来到我们台湾名人堂的节目现场，欢迎于大哥，请坐，请坐。于大哥真的是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其实我今天坐在这里压力有点大，因为平常都是你在访问别人今天你坐在这个位置，我跟你讲，你是专业的，要被我们访问。我们第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刚刚有稍微听到您这个开金嗓，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一饱耳福。但是大家对你印象最深刻的，应该还是榕树下。哦，对，榕树下。可是讲到榕树下，一下会不会很怕？因为听说你唱了超过1万多次。超过了1万多次不止了啦。我每次不管到哪里啊，我因为有刻意不安排这首歌，你知道，因为我实在唱的很烦，你知道吗？可是每次其他的歌曲唱完之后，人家还是会点这一首。还是安口一定要，就是逃不掉就对了，要来唱这首歌。我们在现场啊，其实这个于大哥也算是老台式了，就是过去还是有很多珍贵的资料画面。我们这次呢就到资料库找一找，果然找到了一段，是您过去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唱《榕树下》。这样子如果是在年轻的时候唱的时候，那应该有38、9年，38、9年了，对不对？好啊，那我们是不是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回味一下？好啊，好啊。对，于大哥现场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一棵榕树下，是我活很远的地方，晴朗的天空，凉爽的风，还有醉人的绿草香，和你绕过小路弯弯，情人山沟看夕阳，望下早山你的脸，牵挂绵绵说不完。你可山榕树下，可曾想起绿草香？于大哥有没有回味无穷的感觉？我都忘了。那个时候你好像比较瘦一点哈。那时候年轻啊。那时候大概几岁？还有印象吗？应该是大概30岁左右。30岁左右，是不是？其实大家很好奇，因为这个榕树下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大街小巷大家其实都会哼个1、2句。但是这首歌一开始到底是怎么爆红的？我记得它好像是一个什么北国之春，它是日本歌曲，对，日本歌曲改编，然后女版是邓丽君唱，男版就是你唱红。我其实最早拿到这个歌单，我还没有录唱片的时候，我拿到这个它的曲我不晓得是日本歌曲，那其实也没有去听过日本歌曲，你知道吗？不晓得是日本歌曲，我就直接就这样录的。那录出来之后，怎么红的我也不晓得不晓得就红了。因为以前你不管出了新唱片你除了说上电视以外，还要全程跑电台，知道吧？那有时候因为那时候秀很多嘛，秀场非常多，然后去做秀。然后就电台，然后就跑啊，反正到哪里做秀就到早上就到电台去跑一跑。那怎么红？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现在想想你也不知道，反正就突然就红了，就对了。那以前红的歌曲怎么红，真的是蛮奇怪的。就没有办法分析就对了啦，背后的原因。不过我们刚刚注意到那个袋子里头有一个你的造型是戴眼镜的。对。其实很少看你戴眼镜那时候为什么要刻意戴眼镜？因为那时候正好我29岁的时候。29岁。很多人就讲。男人到有9的时候，就可能是比较不好的关卡比较不好的关卡。所以在那一年呢，我就被禁唱了1年。为什么被禁唱？就在高雄蓝宝石说是开黄腔，我搞不清楚。开黄腔就说你讲的笑话吗？不是，对，跟张琪2个演个短剧，你知道吗？那个其实他是演一个这个有都兔唇的，你知道吧？缺嘴的兔唇的。那我是演一个驼背的，2个晚上相会，然后一看他是兔唇，然后一加破起康啊，那我多1块，我说哎呀没有关系，他在嫌我跟他讲没有关系的，反正你那里破一个洞，我这里多1块，
他不读啊吧，这样不行了，就这样被禁了。那个后来我知道是警察局跟这个包这个蓝宝石的人，那个是过年档，没有弄好，应该过年都要包红包嘛，你知道吧？那个年代，都要包红包给他。哦，是这样。都没有做，歌厅的老板没有包，然后包档的，就是我们台视以前的制作人叫杜诗，你知道吧？也没有包红包，所以故意来找麻烦。可是后来你好像还因为这个是中间发生什么事，还去坐牢1个礼拜哦，被关了1个礼拜。不是啊，就是他录了音之后，然后就警察局就叫我明天一大早8点要到警察局去啊，要问笔录啊，说我妨碍风化啊，讲开黄腔啊，那我爸爸那时候都跟着啊，我爸爸就陪我去啊，然后去到那个警察局局长的办公室，那个很多这个地方的记者就跑过来，哇，拍照啊拍，我爸说，哎，不要拍了，不要拍了，这也没什么大事情，对不对？不要拍，一个都劝说了。后来有一个，哇，那个样子很不客气啊，哎，他就叫不要拍，他说我偏要拍，我爸说不要，拜托你好不好？哎，我爸爸也跟他大声一点的啦。他就讲干嘛？这是我们高雄的地头哎，你就不要走出这个警察局，你这样子啊？哦，那个口气很坏啊。那我说我年轻的时候脾气也很暴躁，我一听这样过去跟我爸呛虾，我先打了他，他就一拳就打过去，一拳就过去了，一拳过他就用那个开面呢这样挡了一下，那个闪光这样夹到他的手。哦，他就控告我伤害。所以你因为这样子就被关了1个礼拜。啊，对，所以在那个蓝宝石蓝宝石唱完1个礼拜之后，我还签第2档在台南。我到了台南，高雄的警察局还这个坐车到台南跨区，把我在台上把我嗲下来，抓去关一下。那个戒严事情，你看那个事情对你应该很伤吧？当然啦，心情不好。然后就被演员工会禁唱1年。禁唱1年哦。哎，1年是到处都不可以唱哎。对呀。连上电视都不行。都不行哦。关了1个礼拜在里头，在看守所里头关1个礼拜。那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说完蛋了？你的演艺事业会不会就这样就没了？1年哎，1年。可是我没有想那么多。我那时候被关在那里，我的第二天我那时候已经有僵直性脊椎，蛮痛的，你知道。后来又有一批人，4个人进来。他一看到我，哎呀，一天我昨天才在报纸上看到你，怎么现在才跟你一起来？就是看到你打人那个事情。我说你们怎么被抓进来？说没有，我们4个打牌被抓进来。是打牌被抓，然后你是打人被抓。所以也就是这样。所以刚刚我们看到那段片段是你复出之后。对。所以你为什么戴眼镜会改变你的形象？我是想那时候这个眼睛稍微看起来，人家看说他，唱片公司老板说，哎，你这个这样比较看起来蛮凶的。戴个眼镜遮一遮这样子，把那个锐气挡掉，对不对？那可是我在禁唱的那一段时间有录了一首歌曲叫《又是黄昏》，也是很红啊。我没有办法上电视打，就很多人替我打歌，就又红了呀。好啊。其实那个我们刚刚听到这段也算是一个插曲啦，是发生在您29岁左右那一年。但是更早，其实您也算是老台视了吧？就是大家会很想知道说，雨天大哥到底是怎么出道的？我们稍微刚刚有聊一下，你说你53年就进台视了。对啊，51年台视才开播哎。对啊，那时候还黑白的。那你是怎么踏入演艺圈？你从小有想要当歌星吗？没有，因为我在新竹有参加好几个电台的这个歌唱比赛，其实3个电台，然后都拿了冠军。那本来最后一次那个举办的很大型了，还有一个什么电塔公司我搞不清楚了，说得了冠军会跟我签约，你知道？结果后来没有。真的是被骗了，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对呀，就没有啊。后来呢，我就看这个电视才刚刚有没多久嘛。后来那时候是我其实我出道是唱闽南语歌曲，我唱闽南语歌曲。后来在电视里头，我就说，我自己觉得很会唱歌啊，我就干脆自己写了一封信，寄了我自己的照片，自己去拍的照片。我说我很帅，我很会唱歌，请你们用我。寄到哪里？我就寄到台视啊。寄到台视所以台视就跟你联络了吗？有啊，然后大概隔1个礼拜，那时候有个闽南语的叫《宝岛之歌》，就写信给我，他说：“那你到台北来试试看，试音看看。”我就上来一唱，那个一试马上说：“我跟你讲，你马上去准备，明天就来上。”
惊为天人。对，不，我一试唱，他就 OK 来， OK 没问题。闽南语的嘿，哇，我回去又没有西装，跟我表哥借了一套西装，那个我表哥又比我高，唱还要折着卷裤管，没有皮鞋，跟我爸借，哇，又太大，里头塞了很多卫生纸，塞了口袋几样。来，我一大早就来这边，然后彩排啊、走位啊，弄，一开始就叫我签个这个有报酬的嘛，260块多高啊！我那时候去打工，一个月才280几块。哇，所以等于比差不多一个月的薪水。对啊，我说哇，才录一集耶！这唱歌怎么那么好赚呢？260块我签了名就我唱完了之后，那个制作人跟我讲说，可以啦，我跟你讲，你下个礼拜再准备一首歌哈，我们再继续上。我在等，还是坐着，因为我还没钱没给我嘛，我还是坐着。他说，你怎么还不回去啊？回去啊，可以回去了。就260块被制作人 A 走了。哦，所以你也没拿到钱？没拿到啊。哦，所以你下礼拜还有再来吗？没有，后来大概隔了2天，那时候群星会是最红的。那个森枝姐就打电话到家里，她不知道从哪里查的，你知道吗？就叫她说，那我那时候叫于清源，本名。于清源，你会不会唱国语啊？我其实都不太会唱国语，你要不要来就是上我们群星会？我说啊，会，因为那群星会最红，你知道吗？对，那时候超红的。对，我说会，我说那你就挑一首，明天先到的，先来大家试一试，试音试试看。那你只有24小时准备啊，要唱国语的。对啊，我马上去买了一本歌本，就翻个简单的韩语曲，吹过了一沙的风。带来一阵蒙蒙的寒雨 ，OK， 我就上去，哇，原来你是这样子踏入台视，也踏入群星会的。那个宝岛之歌我就不上了。我跟你讲，那时候因为就是有点台湾国语嘛，台湾国语，所以森枝姐呢就叫我到这个她先生光华石老师家里去学，还要上正音班，就是。对啊，哦，那时候这么严格。对。哇，所以那时候要上群星会真的很不简单。不简单。我刚刚看一看，我突然想到以前，你看于大哥，你刚刚那个造型其实蛮潇洒的，然后那个发型，其实猛看之下还有点那个刘文正的味道。刘文正比我晚啊。真的哦。对，你那更早，就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很帅气，很像。可是我跟你讲，后来因为头发有点留一点长一点。对。哇，那个警察在街上碰到你稍微警察就理耶。真的抓来从后头这样理到前头这样。那你这样上电视没问题吗？以前上电视，尤其更早一点点稍微那个导播稍微你长一点点，导播说去剪掉，剪掉，哇凶的，马上叫你去剪。所以你就必须就是那时候导播是很有威严。这个是比较后来因为已经有彩色的了。而且有录影机了，有录影，所以稍微开放一点点而已。哇！所以其实这个过去有好多的金曲，真的是很令人回味。所以呀，于大哥，你最近是不是要开演唱会？因为已经50年了啦。其实老实讲，算起来不止50年了，应该51、52年了。那我先讲50年了那干脆就50年是一个，其实人生有几个50年啊？我就开个演唱会啊，就从高雄先开始。高雄巨蛋嘛。对。其实一般最近有很多歌手都是直接挑台北小巨蛋，因为台北小巨蛋好奇怪，我去年开始一直订到现在没有。没有订到。没有啊，就排不到了，奇怪。因为张信哲、张洪量都在订啊。对，因为太多人排了，我们去排，去年去排的时候就没有。但是要办一个这么大的演唱会，这个是第一次吗？其实大概4、5年前我有办过一次，高雄、台中、台北，然后也有办过一次啊。其实还好，还好，我觉得还好，就是平常心。对，平常。那有没有什么因为你知道现在的演唱会都很讲特效啊，什么效果，然后要怎么样的服装、道具什么的，有没有就是要给大家惊喜？我本身应该不会改变太多的，但是这次呢，他的制作团队呢是周杰伦的制作团队。周杰伦听说我要办，我说50周年，他把那个制作团队就通通交给我。所以他光是舞台的这些设计可能会
很炫，很炫对不对嘿？符合就是年轻人的这个对最新的潮流。对对。哎，可是最近好像外面又在传说于大哥你要封麦了，有这个传闻吗？没有啊，大家都有点担心。之前对，只是听讲说要开演唱会，是不是也要封麦？对啊，因为之前嘿二姐将会开完演唱会就封麦，大家就很担心说于大哥是不是也要封麦？没有。我是觉得啊，因为一个演艺人员啊，也不是说随便你想要退休就退休。我经常讲说，要退休是怎么样？是观众让你退休你就退休，对不对？因为你不管到哪里，观众不喜欢你了，你没有票房了，那自然你就要退休了。你不退休要干嘛？对不对？怎么样？所以因为你看50年了，从以前出道到现在。一直以唱歌为职业到现在，干嘛退休？唱歌又是我的最爱，对不对？所以就是如果可以，观众也支持你的话，你就会一直唱下去。没有错。哦，我记得上次就是为了这个演唱会在宣传的时候，亚萍姐就是有谈到你们家庭的这个相处啊，她好像形容说你们是什么天兵家族哦，为什么会这样讲啊？我跟你讲，我们家里我们家里这3个小孩嘛，我跟亚萍2个，因为我跟亚萍也结婚蛮久了，快40年，你知道吗？那其实像在演艺圈里头，像我们家里这么有什么话就直接讲的，也很少，很少。所以我们在家里，不管他有什么事情，都会直接就该骂就骂，该什么。可是2个人是在家也是，亚萍是扮黑脸，我是扮白脸，可是其实也不是我扮白，我的个性本来就是这样子。哦，你个性就不是一个会凶人家的爸爸，不，你是慈父还是严父啊？我比较慈祥一点，你比较慈祥一点，对，所以其实小孩子有很多事情都会跟你讲，对不对？因为只要跟他妈讲，他一下子嘣就爆发了，哦，所以就是在家里小孩比较怕妈妈，对不对？所以，例如说，小孩子如果想要买一个什么东西，会来找你，不会去找妈妈。都会来找我，都会来找你，因为出手比较大方嘛。所以亚萍姐管钱是管得很严格的。对，我有时候干嘛像弄一点钱来，因为都他管啊。哦，那我们看到像那个祥全啊，之前有一阵子新闻比较多的时候，其实我看他也蛮无助的。有时候一直被人家跟，或者是被媒体跟。他现在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哦。那是之前啊，被这样子讲出来，他有一阵子他受不了。哦。怎么受不了？因为他说我其实也不是演艺人员啊。然后为什么媒体都要这样写他呢？可是听说你们就回他说，谁叫你是于天的儿子？对，没有办法，你就于天的儿子啊，是不能改变的。那怎么办？他因为之前我在当立委的时候，立法院的时候，我知道狗仔跟了我半年。你是自己有感觉吗？然后已经都被我抓到，在我家楼下，他都不走的，轮流了24小时不换的。我知道半年啊，根本都没有抓到什么把柄啊。后来就跟到于祥全在立法院当，经常拍到就开始攻他了。哦，所以就是那你会为祥全感到不舍或不忍心吗？没有，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没关系啦，你自己稍微要看开一点就好了。你就是因为你是于天的儿子，算你比较倒霉嘛。可是我发现不只是祥全像祥全那个时候的女朋友也常常被关注。对啊，然后就很奇怪啊，为什么因为他也没有结婚，他交个女朋友。干嘛也被提出来讲啊？女朋友参加选美比赛那个 P 的那个，反正他好多个啦，我搞不清楚啦，不知道是哪一个。真的吗？有这么多吗？不是说八年5个？我不晓得啊，他反正正式有来往，可是他这个小孩一向前蛮好的，他交这个女朋友，他不会脚踏2条船。哦，就是全心全意啦。我看他经常被甩掉了。是他被人家甩比较多。见到他被甩啊，蛮有感情的人。那他心情，那这样情商回家，你们要怎么帮他疗伤啊？我就经常跟他讲，算了吧，你把你自己好好多赚点钱，对不对？多赚点钱，你以后要找什么样的女朋友没有啊？对不对？你还那么年轻，像你爸以前那么年轻，哪像你这样啊？哭什么？所以于大哥以前是怎样？在跟亚萍姐认识以前，也是交很多女朋友嘛？没有啊，我跟你讲，男生啊，风流不要紧。只要不下流都 OK 哦，懂吧？男生你没有这个结婚，你一个男生你不交女朋友你要干嘛？这个很正常的嘛。
对啊，哎呀，是哦。所以我也是蛮鼓励他去多交点好的啦，你自己认为可以终身陪伴你的，对，可以发展的。哎，我跟他教他说，你自己本身要已经有那个能力养这个。你娶进门的妻子之后，你才可以结婚哦。哦，才可以结婚。你不要你自己一个，我要养你们3个人，再找一个人再来我养，那开玩笑。可是之前啊，祥全在那个立法院当您的助理的时候，就有人会酸他说是靠爸族。像这个，他是不是也是？我跟你讲，介意。其实外面怎么讲都无所谓。自己的小孩自己不疼，那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叫靠爸族？他年纪还这么小嘛。我当立法委员。我要找别的助理，我找我儿子来帮我处理很多事情，让他来见习一下，有什么？一个月不过3万块钱，3万块钱，对不对？没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外头讲的都无所谓啦，都无所谓哈。对啊，哎呀。所以祥全现在也有他自己的工作了嘛？当然有新工作，好像也经常鼓励他，就鼓励他就对了。我娶到亚萍，其实给我的帮助是蛮大的。哦，对呀。下辈子还是愿意跟亚萍姐结婚吗？那个再考虑一下。真的吗？他脾气我实在真的受不了。哦，我的个性都已经够爆够烈了，他比我还犟，你知道吗？讲到这个亚萍姐，你刚刚讲说你也是孩子的爱情军师，会给他很多建议嘛？就是你是怎么认识亚萍姐的？然后你是怎么追到她的？亚萍姐年轻时候照片很漂亮她现在也是很漂亮。那个其实也是一个机缘。以前我那时候成名的时候，我根本不认得，我不晓得谁叫李亚萍可是她已经从国外已经很红了，我还搞不清楚。那有一次呢？要组团到美国去献惠侨胞，那里头就有亚萍了，那里头有我啦、林松义啦、蔡依红啦、杨小萍啦，还有一大堆啦，里头只有李亚萍是最年轻的嘛，还不错的嘞，那时候我很年轻嘛，那其实亚萍呢，她不管到哪里表演，她妈妈都跟着，很奇怪，她那一次呢，她妈妈因为美国签证来不及就没跟了所以刚好给你然后呢机会，他们又帮我安排了跟亚萍合唱，在美国表演又合唱，所以你们有练习的机会啊？对呀，就相处的机会就多了，对呀，而且里头比较能看的就是他，那我还要找谁啊？所以你们就叫，所以从美国回来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那当时他对你有感觉吗？在美国的时候？当然有啊，因为我有特别照顾他，有特别照顾他，所以回来就很顺利，都没有什么波折。就他后来我认识的，他跟我讲他说以前在这个什么国生酒店啊，还有很多那个酒店，那时候他知道我，但我还不认得他，他妈都跟着。那因为那时候刚出道没多久，有些那些乱七八糟分子，都会来跟你伸手要钱，勒索你3、4个人一起到后台前面都要堵你，你知道吗？哇！不给他，我没钱的时候赚的很少啪啪啪就打你，你知道吗？我有一个人打了好几个，然后我没有打了鼻子都流鼻血，你知道吗？哇！一进后台鼻血都还没擦干，他已经拿着欢迎于天先生，哇，来不及。所以亚萍他每次看到我去后台有一个换那个衣服的帘子，他就看了我进来，马上把他流氓歌星，不要理他。他觉得你是流氓就对了。劝我说，因为经常被打架。然后呢，我就知道他家里住哪里嘛。那我一个人那个时候又不敢过去到他家里直接找他，我就找了刘福柱。刘陪我去。去怎样？去他家站岗吗？不是去亚萍家里。拜访，去敲门去找亚萍。那亚萍那个时候在家里出来也是很懒散的，他反正不把我看眼里就对了。到家里去拜访他，因为他在美国呢，他有带了一个照相机，
然后好像忘了，我把它收起来，放在我是故意的，放在我的皮箱回来，借这个机会要回来有个借口还他嘛，还他照相机，你知道。然后呢，去了，他妈妈他爸爸，然后他爸是黄埔军校15期的。哇，所以是个将军、将官之类的。那个很威严的，你知道吗？看我，而且2个族群又不对，我们是台湾人嘛，他们是外省人。哎呀，然后所以我不太敢接近啊，那都很怕。后来相处一阵子之后，他妈妈反而比较喜欢你哦。你觉得是你的什么特质打动了你的岳母？因为我为了要追他，我都会到他家里，然后陪他爸爸打牌。哎呀，因为陪他爸打牌哈，每次我是正规的打，他有时候坐对面啊，他上家一打我碰，他爸说碰什么碰啊，不碰也可以啊，我就知道了，以后看到他要吃牌我就不碰了。要知道他的个性。那你有要故意让他吗？有啊，当然了，一定要啊，开玩笑，对不对？后来他打出来我都不敢胡了。就是要那个开玩笑，睁亮一点，对啊，要让这个岳父大人就对了。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岳父岳母后来就同意了你们的婚事。后来也不是同意，就是只是在交往期间。那后来，我跟亚萍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不到1年左右。他经常在跑国外的嘛，你知道吗？那他跑国外大概几个月回来哈，他一跑就是国外东南亚这样跑，一巡回就是几个月。后来跟我认识以后，我说你干脆不要跑国外了，我就跟你安排在台湾，然后不管到哪个秀场，我都指定一定要有李亚萍。就从那个时候认识我之后，我就通通安排，通通在全台湾这样跑，你知道吗？后来他有一次，台湾跑完了，又跑到国外去，回来跟我讲，他已经有5、6个月了，这样子。已经怀孕了，对不对？你们那个时候很前卫耶。对呀。哇。后来呢，回来跟我讲这个之后，然后他爸爸又过世。所以他们是回教的，知道吧？他们信回教。他们是回教。所以回教他们在说，比如说家里这个双亲过世100天以内，这个一定要结婚。对，有这个规矩。所以那时候我跟亚萍结婚，她已经7个多月了，就大肚子。然后为了这个去弄那个礼服，特别定做，一层一层的，像一个蛋糕裙一样，对不对？哇，所以那个时候你们这样也是蛮前卫的，算蛮前卫的。那有没有就是旁边的人在讲话啊什么的之类？也没有，因为反正事实已经这样子了，对不对？那你说他妈妈也不会讲话，他妈妈其实蛮喜欢，很喜欢你嘛。那我爸妈也没办法啦，对不对？那只好举行婚礼啦，就结婚了。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啊，就是可能大家结婚不同的理由嘛，有些人说是什么奉子成婚啊等等，但是要像你们这样子，婚姻维持40多年，对不对？有没有到40？还没有，快40年，快40年哦，快40年，很不简单哎。在演艺圈是比较困难一点。对啊，而且就是我之前看到那个你们之前的访问啊，有时候亚萍姐会开玩笑，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们的夫妻的相处之道。他就讲说他刚跟你结婚的时候，其实也是蛮受不了的，曾经就说什么就是不管是什么嫁猪嫁狗，他再也不要嫁给于天了。对，然后后来现在就是说他下辈子他还是要跟你在一起。他说如果你是女的，下辈子你投胎变成一个女的，他就当一个男的把你娶回来。这个中间怎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因为其实我好几次几乎被他离婚成功被离婚哦？对啊，以前我们2个人只要吵架，一吵，而且夫妻一定会吵架的，一吵架他就就出去了，出去再回来没有多久回来就弄了一张这个离婚证书，他已经到律师楼那里已经通通弄好了，写好了，证人通通就差我一个盖章。我拿一回来，我把它丢一边，我不管它。你就不管了？我不理，因为小孩都有的嘛。你们是为了什么事吵架？很多，我跟你讲，夫妻之间有时候会为了这个小一点点事情吵架。那后来我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怎样？
我们2个啊，去做完秀回来已经其实12点多了，快1点了，2个才到家进了房间，那时候已经有行动电话了，行动电话砰砰一下子响了，哇塞，一个酒店的那个酒店的那个好像带台的那个女生女的带台的，哎呀。说哎呦，于大哥啊，你怎么好久没有来？就看着过去，我也不晓得他怎么会有我的电话，你知道？啊，亚萍又在旁边，我就很不好，好了，好，亚萍啊，这个人个性哦，很呛辣吗？是不是？没有，他都不讲话，他不讲话，电话一挂，他就坐在，谁打的啊？我一下不晓得怎么回啊，我说别，那时候他大姐的女儿当我们的经纪，都帮我们在排节目。我想，忽然一想到是没有，就是豆子打电话敲节目，他说他也不跟我讲，他就打电话。他去打电话查证吗？没有，他直接用他的手机打。豆子啊，你看跟鼓掌在排节目，没有啊，挂掉，马上被抓包。被抓包。我那时候就没有办法更小灯醒题，你知道吗？是啊，你就打了，怎么样啦？解释2个吵的，天翻地覆。他行李弄一弄要走，我说这次你不用出去，我出去。我们行李弄一弄，我走到房间门口，我说糟糕，我要去哪里啊？没地方去。你没地方去。我住在2楼，我干脆我就搬到3楼去住。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大概1个月没有讲话。冷战。冷战1个月没讲话，后来还是他妈妈来了，他妈妈来了，来化解。就叫于天下来吃饭。所以你岳母其实还是蛮疼你的啦。对。原来还有这样哦。那为什么这个？后来就几乎都没有吵架了。就后来没吵架，你学到了什么？不是，因为我跟你讲，他有时候他很会吵，他就是在你旁边一直念。我就不管了，后来我就看电视啊，我说他念他的，对，好，我说穿这个怎么样？好，漂亮，都好，我什么都好。太太永远是对的，不要跟他争论就对了。不要吵，反正他讲什么我就说好，忍起来就好了。所以难怪，因为这样子，所以亚萍姐现在说她下辈子还愿意跟你结婚，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她是心里怎么想的，可是我觉得我娶到亚萍，其实给我的帮助是蛮大的。对呀。那如果反过来说，你下辈子还是愿意跟亚萍姐结婚吗？那个再考虑一下。真的？你这样讲他会很伤心回去会不会又要罚跪算盘之类的？我比较不善于讲假话，再考虑一下。还要再考虑一下，考虑的点是什么啊？不是他脾气我实在真的受不了。怎么那么好玩？我本来已经够，我的个性都已经够爆、够烈了，他比我还犟，你知道吗？所以他现在把你磨平了，我已经被磨到完全一点刺都没有了。难怪。一检查出来，他自己第一句话说：“爸，为什么是我？我们那个年代从来不会听到什么谁得什么癌症，从来没有啊。要不然让我这个年纪大了，让我得也好，干嘛给这个年轻的得？所以那时候心里蛮痛的。有时候做梦都会哭醒啊。再讲一讲这个，除了就是于大哥，你现在被磨成一个好丈夫之外，其实你也是大家公认的好爸爸啦。还好。像之前苑琪他很辛苦嘛，就是因为这个癌症的关系，做了12次的化疗。听亚萍姐就是之前好像有讲说，你常常就是你总是很坚强，想说你是一家之主，还是要安慰大家。对啊。但是你是做梦的时候，你会难过到在哭，对不对？因为已经会想到，因为那时候他在做化疗，然后我就看他这么痛苦，我自己心里会想说，奇怪，为什么他是一个家里头3个小孩，最喜欢运动，然后生活最有规律的，然后吃什么都是捡那个最健康的吃。他好像也吃很多青菜水果。他自己讲，一检查出来，他自己第一句话说：“爸，为什么是我？”
他自己本身也不能接受的。那我就勉励他，我说琪琪没有关系，现在的医学都很发达，而且你现在既然检查出来了，我们就要接受。医生叫你治疗，你就好好接受去把它治疗，化疗也 OK。虽然这个痛苦一点，但是你要接受。他很坚强，从来没有流一滴眼泪。但是我只要一回家，有时候那个亚萍不在的时候，我自己会偷偷掉眼泪。因为想到说，奇怪，为什么给这个年轻的小孩？现在这什么世界啊？外头怎么会吃这些东西，会长这些乱？从我们那个年代，从来不会听到什么谁得什么癌症，从来没有啊。要不然让我这个年纪大了，让我得也好，干嘛给这个年轻的得呢？所以那时候心里蛮痛的。有时候做梦都会哭醒啊。可是于大哥，你刚刚讲说亚萍姐在的时候，你不敢在她面前掉眼泪。我也不敢给亚萍，因为亚萍其实也是，她在我面前都会哭，然后我都要安慰她，然后只要她不在了，我才会掉眼泪。我不想给她看到我，要不然全家都瘫了怎么办呢？所以你还是要很坚强。所以在这愿琪做化疗是半年的时间，对不对？应该半年多，然后12次。对，12次。医生说你12次化疗一定要做完。他其实做到一半了，他也不想做的。我就劝他说：“琪琪，你要听医生的。要撑下去。你去把它做好，我们都陪你。”那结果他真的很坚强的把它做完。你知道吗？那现在大概半年就回诊一次。你会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当病患的家属是不是更辛苦？也是很辛苦，我不敢说更辛苦，因为病人应该就是其实他是最辛苦的，但是就是身为爸爸，其实那种痛，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就是真的你也觉得你需要一个出口去跟人家讲一下你的心情啊之类的？其实那个时候真的也没有那个心情想那么多，心里头想的只有一个，希望女儿会好。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其实也没有想很多啦，就是反正就照顾她，别人说什么，其实我家里寄了一大堆的药，很多人很多朋友一定要吃这个，一定要吃。我都建议说尽量不要，你就听医生的，好好的把这个疗程把它做完，该怎么补我们再来补。现在很好了，很好了，现在很好了，其实祥全今天也在现场，刚刚他听到好像也是有点不舍啦。其实就是你们家的人感情非常好哦。对。所以像那个时候，像祥全会怎么样鼓励姐姐，或者是你们家会？祥全其实跟二姐比较好，跟琪琪比较好。他经常也会去鼓励她。姐姐加油加油，没有问题没问题的，你会撑过来，没问题。他也是这样子。很好。所以就是真的是家人团结的那个力量真的是很大。对，我要感谢很多关心琪琪的朋友，那一段时间真的很多替他祈福，然后替他祝福。谢谢各位朋友你的关心。琪琪现在最近已经好很多了，而且也经常可以骑脚踏车到处运动了。谢谢你们。哇，听到这个也是，其实让大家也是觉得蛮开心的。其实从刚刚的访谈一直这样下来，我发现，家庭对于大哥来讲其实很重要。当然很重要。你觉得就是这个家对你来讲，你会怎么形容它？是一个避风港吗？还是一个什么？就是在你人生面对到很多困难，这个不是避风港。这个是我一手打造出来的堡垒。你知道吗？我打造出来的堡垒，所以我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这个堡垒顾好，不可以让外面的人踏进欺负我这个堡垒，伤害。即便像病痛也是不可以来欺负家人，就对了。哇，所以于大哥，你这个真的是很让人感动。不敢。那个我记忆到现在还很清楚，就是为了一颗苹果被爸爸责备，然后打得很。那个是那个竹竿这么长哦，可以打到整个裂啊！我是很恨苹果，恨苹果。我到现在还不吃苹果，就完全不吃苹果，不吃苹果。
道于大哥，你小时候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呢？其实以前小时候家庭环境是蛮差的，知道吧？那个以前我记得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家里环境不好嘛，然后在带便当哦，都顶多一个，只要有一个卤蛋，就觉得嚯，已经很丰富了。人家家境好的，旁边几个都会便当吃完之后，还有水果拿出来，那个苹果，以前的苹果多贵啊，那个香味香到会闻到，嚯，真想你能不能分我咬一口这样？可是我又不好意思讲。然后每天上学就会经过那个水果摊，那个苹果又摆在外头，那个香味这样飘过，从远远就飘过来。我就会在那个卖苹果的那里闻很久，你知道吗？哦。后来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回家我实在太想吃苹果了，我回家跟我爸讲说，爸，学校说要买圆规。他说好，多少钱？我说5块，那时候5块钱很大，哎呀，那给我5块钱。我一找，很高兴，到水果摊，赶快一颗5块钱。那时候我在问，已经问了多少人5块。所以那个圆规是假的，你是没有？我就先讲了，我现在一定要吃一口啊，吃一个，哇，很舒服，然后一边吃到学校，把它吃掉，哇，好香，好甜啊，太好吃了，我就忘了，你知道吗？放学回家，爸问我说，哦，你买圆规了？圆规呢？我吃掉了。被打了，哇！被毒打一顿哦。那个打到那个，我记忆到现在还很清楚。就是为了一颗苹果。所以我从那一次之后，我到现在我还不吃苹果啊！就因为这样子。对。就是因为吃了苹果被爸爸责备，然后打得很。那个是那个竹竿这么长哦，可以打到整个裂啊。哇，那个我印象很深刻。哦，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就怕了，就是之后就是很痛苦啦。想到苹果就想到不是怕，我是很恨苹果，恨苹果，所以就不吃苹果。我到现在还不吃苹果，就完全不吃苹果，不吃苹果。原来是这样。好，今天非常谢谢于大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这个演唱会都很顺利喽。感恩，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好，我是于天。我做人的标准只有一句话：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